各位万声里的里面大家好，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，我是王来。我是恁母即一集呢是咱即季的即个回顾即一季其实我算是做 podcast 来开始有感觉要弄壁迄个款感觉，就是哦，我开始真的怀疑，开始怀疑家己讲是毋是要继续做落去的一段时间。毋过哦，有对毋过阁有一寡代志，互我感觉我讲改成会当做落去安尼。其实我嘛是有即个想法，因就是人有当时会变单嘛。对虽然对对。虽然讲咱2礼拜录一甲，毋过有当时若是要找资料时，你会感觉哦，那对若做啊，歹找，嘿，你就是讲哦，敢会当明仔载才录，还是就是要一直变单落。毋过佫感觉即个 podcast 会当互逐个听着无共款的观点来分享的嗯。来宾，伫讲着因为虾米要做即件代志的时阵，佫感觉哦，会感觉佫有动力会当佫继续做落去。对啊，我感觉尤嗯，其是可能我即2、3个月拢甲伊无用，所以嘿，我阁无想要做出迄款无做功课的节目。嘿，毋过我阁无遐济时间来当去做一寡研究，所以就感觉讲，哎呀，是毋是爱先停者？而且我感觉讲，就是可能咱即季的即个收听的人数较无嘛毋是讲较无遐济，就是讲无我期待遐济，所以就会感觉讲是毋是其实无法度发挥啥物影响力。毋哦，过毋过其实即季有足济我家己足喜意的节目，比如嘿，讲头一集Avi 迄集有讲着足济互我感觉足感动的代志伊嗯，听了后，伊听了咱甲伊访问即个节目了后，伊佫甲我讲咱的节目有互伊一寡新的想法，想要嘿嘿，带即个多元种族的家庭，就是咱咧讲迄混血家庭，来嘿嘿，做即个做活动，来嗯，做即个故事的探索嘿，来分享。阮堪伊分享的即寡咱的囡仔的即个互动，嘛互伊一解去体验着讲，因阿爸迄当阵有拍拼要甲伊请用做一个台湾人，互伊足感嗯，动诶。嗯嗯嗯嘿嗯，冠文的迄集嘛讲足痛诶，嘿，歌推停袂落来。真的，其实咱去其实咱迄集讲要2点钟呢吼，嘿，对，佫笑毋过真正你拢袂感觉讲时间过了足久，因为拢停袂落，佫笑佫流真的，汗。真的，啊足感动的是伊特别去上课，固定时嗯间牵因阿母讲电话，为着去来上即个节目，甲即个台语讲转来，互我感觉嗯讲非常的感动。嗯嗯嗯，啊佫有另外一个互我足感动的来宾，就是讲难民的即个 Jasmine。哦，因为对，阮一般拢会建议讲来宾吼，伊若毋是迄款平常时请咧讲台语的人，拢爱准备较详细的稿。毋过通常来宾呢，拢袂分享互阮看。伊呢，规个提早 Jasmine 规个提早交作业甲伊的规个稿拢写互好交互阮看，个面顶呢，佫加足侪说明甲问题。等于对讲呢，看阮是哪写哪来调整即个内容，对，非常的认真。对，我嘿，感觉讲，哎哟，因为伊认真起来，互我嘛规个人认真起来。嗯嗯嗯，我感觉伊以后一定无论做啥物拢会当足成功的一个人。Jasmine 伊迄个互我感觉就是做伙咧做迄个小对，组作业，的功课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。嘿嘿嘿。啊！你甲我你甲我想要讲诶拢讲煞，我要安怎？毋过讲着 Alfie 迄集真正是，伊讲着因爸爸迄段诶时阵，我真正是其实我有哭出来，因为我就是想着我之前我来英国之前去澳洲拍散工，伫遐因为逐个相处诶人拢是讲英文嘛，着足嗯久拢无讲着台语，有一届敲电话等台湾甲阮爸开讲诶时阵，我常常袂记一个字诶台语要安怎讲。
阮爸爸讲啊害啊，你这台湾人拢袂记家己的台语是要安怎？啊，我迄当阵毋知要安怎用，我嘛会当甲笑笑尔。迄是经过遮济代志了，才知影伊想要讲的意思是啥物。对对，嘿。啊，讲到冠文，因为其实讲到即个回顾，我阁有倒去听，就是咱甲伊录的迄集嘛。伊就伫讲，伊讲着翠花手伫表演的时阵，讲翠花手嘛是有保护社会道德的责任，啊，选定啥物的方式互观众笑，互观众知影伊关心的重点是啥物。我感觉伊讲这真正做有道理，就是无受一寡喙花手讲了无好笑，阁有真嘅物件，因就会煞讲啊，迄是美国式嘅sense of humor。我感觉这是做无负责任的借口。对，我的感觉是讲，逐个做代志啦，拢是一个选择。啊，你选择的物件，就是你选择要行的路，就是代表你即个人是啥物款的人。当然，喙花伊当选择去做，哪讲笑话，哪做一寡保护社会道德的责任。啊，这就是代表你即个人，就是即款的人。啊，你嘛会当选择去讲有较有争议的代志。啊，对啊，这是个人的选择啊。啊，我作为一个观众的选择，就是我听了袂爽快的代志，我袂去听。对，我嘛是。对啊，啊，你袂当，毋过你就袂当讲台湾人袂晓听美国式的humor。对，我听有呢。I can speak English 呢。Me English very good 呢。Me dad. Me English. 笑死。而且还甲观众讲者，就是蛮城的人，因咧讲 my my 的时阵，因咧发音是 me。对。me 对。me none 啊。me love。讲倒来，就是另外有一个小故事嘛，感觉互我感觉真欢喜，讲我有做即个 podcast，就是巴塞隆那迄集上线了后，咱即个点阅率其实无悬，所以我有小可失望，因为迄集的内容咱做啊就认真的，啊我嘛就介意的。啊，毋过一个月了后，我共一个高中的朋友向甲我联络，问我讲，即个里长办公室是毋是我做的？因为伊想要邀请咱的来宾去到即个台语政策民间会议去做分享。迄个时阵，我真正感觉讲，我做即个 podcast 就是为了即个时阵，我功德圆满啊！我天啊，真正是功德圆满呢！对啊，哎呀，哇，对啊，啊，所以对，所以我感觉讲好啦，不要紧啦，啊，因为反正就是做到咱袂爽为止啊。对啊，做到袂爽为止。对啊。煞来我感觉讲咱即季其实嘛会当归纳出来一个主题，就是改变人生的方向。你看像迄个 Effie 啊，伊是读建筑的，啊走去做电影。啊，迄个歌戏的迄集来宾，伊是呢半路走去演歌戏，啊，佮走转来伫咧百货公司上班。啊，冠文呢，伊是会计，啊变做喙花手等等，吼，嘿，啊，对，啊，其实呢，我家己嘛是一个一直咧改变人生的路的人。我高中是读3类的，一直想要去做即个环境保护，啊，毋过大学因为无想要互即个分数拍算去吼，所以就去填迄化学系，迄当时毋是拢去做啥物漏点分析啊？讲你会当去着对一间学校的对一间系，啊，想讲哎呀，我若是去读迄
环公司有无环境工程迄，安尼我爱查一节啊迄分数，安尼就拍算去，啊无迄化学迄吼拄啊好分数，拢一点啊拢无差，安尼吼去填化学迄，安尼较袂拍算去，嘿。啊，会想讲迄当阵就伤少年的，可是想讲，安尼我会当利用即个化学的知识吼去做即个环境保护，啊，毋过呢，其实完全无关系，嘿，啊，后来我著读即个化学系，读到就无兴趣诶，所以就走去读即个生物医学，啊，走去考即个研究所，摕着硕士，啊，毋过呢，佮开始感觉讲，哎哟，规工即个实验室内底。会做即个实验，感觉足神诶！我迄当阵有一个朋友，因翁是伫美国读博士了，转来伫做 postdoc。我迄当阵我本来想要去继续读博士，伊就甲我讲，叫我真正会想看觅，因为做即款诶研究吼，逐工拢咧走迄个 Western blot， 啊无就是咧走啥物 PCR， 啊逐工咧饲鸟鼠，真正足神诶！真正伊讲吼，伊逐工拢想要做别项诶，啊，毋过伊即摆已经路读博士了后，你诶路基本上拢会定啊，所以伊讲真正爱考虑，你敢有真正想要未来30当拢咧走 Western blot？ 啊，我迄阵我想讲，啊无我来去试出，我来有2当诶即个甲皮，别人做1当，我做2当，我走去做家教啊。有时间我就走去出国去佚佗安尼，就是做迄个 backpacker。啊，顺续嘛做一寡迄当阵足穿诶迄个网拍啊，网络拍卖，嘿，啊做了呢，就发生一寡代志啊。回顶我就倒去迄个英国读迄个商学院，因为我决定讲我也是需要甲人接触，虽然我是一个I人。introvert， 啊，毋过咧，我是讲，我感觉是感觉我无法度伫实验室内底规工，系啊，其实安尼跳虽然是拍算足济，进前拍拼累积的物件，啊，毋过我感觉，我家己的故事含遮个观众遮个来宾的故事，就是要甲人讲，莫去惊改变，有当时改变无一定是无好的物件。当时你会行出一条足奇怪，啊，毋过足特殊、足好耍诶路。真诶。对啊，所以呢，逐个嘛会当，我感觉就是会当为即马开始注意家己诶生活当中诶一寡趣味诶代志。你若感觉你即马人生足无聊诶，其实会当考虑看觅。有当时做一寡小可诶改变，会对你人生产生无共诶变化，安尼。安尼，我感觉，佮讲着对，嘿，我感觉我人生上大诶改变，就是咱做即个 podcast。哦，真正啊，就是会接触无共款诶人，啊，知影无共款诶想法啦。我感觉这对我来讲是一件好诶代志。而且安尼话，你若要做啥物决定诶时阵，就是你讲诶，就是袂去考虑足济有诶无诶，你想要做就甲做就对啊。对我来讲是安尼啊，嘿。对。莫惊改变。讲着，嘿，对啊，讲着改变吼，即集嘛有讲着足济改变诶代志，就是第一个就是咱讲着即个蔡英文啊，伊来到欧洲嘛，对毋对？规欧洲诶态度拢改变啊呢。吼，因本来是比如讲德国嘛，德国即嘛应该是还未表态，啊，毋过比如讲就是欧洲进前诚济国家拢是较中国较好，因为逐个拢想要含中国做生意嘛。啊，毋过即马已经开始改变啊，就是大家开始发觉讲，其实这有危险诶所在，所以即届蔡英文来出访诶即个代志呢，就是互咱知影讲，欧洲诶态度对中国态度已经会改变啊，共款是对台湾诶重视嘛改变啊。嘿，因足勇敢面对因过去诶错误，咱甲因拍扑啊一个。对，
啊，另外一个呢，嘛足够改变，就是英国，因为迄个 David Cameron 迄个时代，即个 Golden Era 看中国安尼马吉的时阵，变甲呢到后壁变做即个 Golden Era，就是黄金的错误，变做反中国。啊，即马呢，刚动起来了后呢，变做呢，佮含中国签订即个贸易协定，哎，真正是足够改变的。真正是请鬼，主要请鬼摕药单哦。对啊，真正是。哦，是毋是真正有遐走头无路啊？哈，真正遐欠钱哈。这下袂输去签迄一拍带一叫啥？拍带一路，嘿，对。我感觉因可能毋敢去甲伊诶美国小弟讨钱。无是英国是阿兄呢，美国是阿兄，对，伊毋敢去甲伊。美国是阿兄对，美国大兄对，毋敢去甲美国大兄讨钱。唉，因为应该新的总统感情无好诶款。对啊，啊，毋过伊嘛是一举三变呢，因为伊嘛是伫即几个月尔才宣布讲即个日气500诶即个，嘿对嘛，对啊，就是对啊，承认台湾诶地位啊，啊了后佫走去含中国签迄贸易协定，对，就是毋免，嘿啊，虽然毋免去惊改变，啊，毋过毋免变遐紧呢。因为这变到会遮空安去啊呢。对啊，应该就是我感觉真正是走投无路啊。对啊。看因想办法伫人民诶落地啊迄个啥物啊地钱出来，你就知影因真正是走投无路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英国就是了然啊。对啊，不要紧啦。啊，毋过我感觉反正像咱诶朋友虎城人讲诶啊，反正英国也毋是啥物重要诶国家。哟，伊真正我伊大概讲诶物件拢是真正是系啊。伫遐对为心中啊堵落安尼。真诶。做深度诶一位虎城人，做深度。对，系啊，对啊，佮讲倒来改变啊。其实咱嘛会当看着讲，即几冬以来，即个台湾含中国诶地位有一个黄金诶是毋是黄金交叉啊？以政府来讲啦，政府诶态度，就是开始有愈来愈侪诶国家咧重视含台湾诶即个交流，啊嘛有愈来愈侪国家对即个中国伫因逐国诶即伫遮偷来暗去，佮有即伫因人诶脚车板后壁做遐毋好讲出来遐诶代志啊，譬如讲共黑客啊，还是讲偷摕人诶技术啥物货，这逐个开始有愈来愈侪迄落嘿，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至少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诚好诶机会啦。毋过我感觉嘛要足注意诶，就是因为 TikTok 诶问题啊。其实 TikTok 逐个讲迄是啥物，迄是 social media 尔，迄也无安那无讲政治。毋过我感觉伊诶上大诶问题就是无法度讲政治。就是啊，因为因为安尼，即马美国含英国诶少年人诶，超过40%诶囡仔诶少年人感觉讲中国是会当相信诶 partner， 会当做伙做生意，会当去较爽诶所在。我感觉这是足危险诶代志。无错。系啊，毋过对啊，我真正是无法度，我真正是毋知影要安怎处理诶。我感觉前几工有看到一个一张文章，我感觉讲了
真有道理。伊讲吼，咱即马是迄个珠散啊，珠散 M 型化嘛。对，伊讲未来是即个已经变甲注意力的 M 型化。你若是有你即个家庭有即个资源，互即个囡仔会当养成即个读册的即个习惯，会当看长的文章，会当培养出伊即个理路足清楚的，含即个 critical thinking，伊就会变成即个 M 字型的即个正手边迄寡会当带领，会当做管理的人才。若是讲恁即个家庭较无资源，互囡仔逐工看手机啊，慢慢嘛无去管理讲囡仔逐工看即个 TikTok 的即个问题。以后即个囡仔伊会无法度去集中伊的注意力，去看册、看读长的文章去思考，伊就会变做M 型的即个倒手边的即寡人，就惊咱会当去互带领、互管理。我感觉这真正是诶，因为阮囝伊若放学转来，拢会甲我讲，因同学上啊，看 TikTok 啥物物件，伊拢讲，伊感觉伊已经看到想要规个人要拍台去。真的，因为伊就是学迄 TikTok 看内底物件嘛，所以阮囝就搁愈感觉讲，TikTok 真正是无好诶物件。伊若想要看 YouTube， 我都会甲伊紧啊，就是伊若一个影片结束了，有当下伊会足紧就跳别个影片嘛，所以你拢就是爱坐伫遐，你无一定得爱甲伊做伙看，对，就是陪伫遐看，系啊。感觉陪伴是上重要的耍手机啊，囡仔想要耍手机啊，这拢是一定的。毋过就是爱足谨慎讲，因到底是耍啥物物件，爱足注意安尼，嘛毋是讲拢袂当耍，只是。对，我记有之前有一个我咧追踪的一个Facebook page， 伊就是咧讲其实你无可能去禁止囡仔用即个 3C 的代志。对，无法度禁止因拍电脑，还是讲用手机啊。而且像阮翁伊嘛感觉讲无必要去禁电脑，因为伊想要教囡仔写 program 嘛。伊想要教囡仔伫遐拆电脑，甲拆起来，搁做起来啊。毋过咱会当做的代志是啥货？你若无想要互伊足沉迷，就是你家长爱带伊去做足侪好耍的代志，互伊感觉讲手机啊电脑无聊。真的。对啊，这我感觉讲，这真有道理。毋过共款的一件代志，就是你家长爱有迄个资源。其实你毋免足侪钱的，你就是爱开迄个心思去想啊。对。讲到底了，就是大家会当开始思考讲，安怎来改变咱的即个生活的态度啊？对。对。好啦，安尼我感觉咱的即个回顾差不多啊。咱即个我感觉第6季呢嘛是真好耍的一季啦，耍啊足欢喜的。第7季呢，搁愈精彩的内容。真的，我有点期待。对。安尼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恭喜你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再会。再会。